根据行政院112年度性别劳动统计，女性投入职场这个比例是逐冬来增加，不过伫咧营造业，男性也是比女性加10%。工地当中是真罕的看到女性的形影，也女性伫咧工地是安怎找到家己的出路？大家台青春咱的梦下暗7点半来去工地看女性劳工因的故事。好，给。安定甲伊做水电的翁婿出入工地，虽然真辛苦，毋过为着家庭，伊是食苦当作食补。为深开始倒摕工具的师仔，到即马伊嘛会当举家私拉壁牵线，阁有发度一个人去人客遐修理水电。一开始嘛是感觉真辛苦，因为像工地拢安尼，像便所是一个问题，嘿啊，啊，阁有环境，其实拢就歹，啊，毋过我吃苦耐劳，无啦，就是我感觉趁钱无讲无辛苦的。凌晨驶发财啊，伫咧工地来来去去，车顶载凉的甲四手啊，这个工人便若看到伊来，就会暂时小休喘一下。凌晨做这个工课已经有7年的时间啊，厝内的人都开始是真反对，毋过即马伊用胜利的成绩来证明伊家己。拢讲哈，查某囡仔要去工地做工课哦，安尼真正是你确定吗？啊，若拄到什么代志要安怎呢？所以刚开始其实都没有说到很支持，就是我跟家人讲说，给我一段时间，我试看卖安尼。所谓的火线啊，就是100%带电。如果你们有看到它的话，它会是写 L。伫台南做水电的珊珊，伊开女性的水电课程，教大家安怎换水道头、换插座。透过基础的课程，互查某人家己动手做看卖，无一定万项都拢爱用别人。这个课啊，阮主要是针对查囡仔，所以会较简单啊，若毋免讲介有力，我感觉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伫工地无分性别，即阵女性的劳工同款毋惊晒热，毋惊辛苦，毋受到性别的束缚，坚定打造家己的路，一步一脚印，写出属于因的故事。记者陈雅顺、梁新维综合报道。